聖經講在詩篇記89第2節讓人講到，最得福、最快樂嘅人，都係要揸滿上帝嘅命令啊！當然啦，因為上帝嘅命令，一天帶是加去快樂得福，帶是加勝利，大家得勝。然後嚟講，要一條心親上帝嘅人。也係最快樂，而呢嘅經節講到要諒解，最快樂嘅人啊，最得福嘅人啊，都係要揸滿上帝嘅命令，隔一條心親上帝。嗱，大家要讓嘅心，要讓人哋揸滿上帝嘅命令，要依靠嘅。要簽嘅，這個最快樂。嗱，詩篇記89第3節一樣講到，每個人唔會行錯路，唔會行壞事情，也係最快樂，也係最得福。但係就上帝指出嘅路嚟行，上帝指出嘅路入邊啊，就係經節呢啲寫到，每個人係就經節嚟行呢個社會，行呢個世間嘅路途。一天即刻得上帝嘅福氣，得嘅快樂，因為到上帝講出嚟，在呢透過呢個聖經，最得福、最快樂嘅人，都係揸滿嘅命令，要親上帝。意思嚟講就係要相信佢，要求佢，要禱告，要做嘅福音嚟行，要做嘅範圍嚟行，即刻就得到最快樂。家庭都快樂，社會你喺度快樂，做工做生意，攏總時間能夠得到快樂。阿薩時間要謙卑嘅心。依靠主耶穌，阿門。